謝你收聽香港電台第5台啊！咁啊，戲曲天地嚟到最後尾1小時呢，有梨園一族嘅環節，有婷婷林偉霆呢為你擔任主持。今集呢，要同大家一齊溫書啦。咁啊，唔係因為要考試，係因為呢有一本新嘅巨著呢，就即係面世啦。咁啊，呢一個呢，亦都好難得啦，好感恩啦，請到呢位嘅編者呢，同我哋一齊傾偈。佢就係少張兄朱少將，你好啊，少張兄。婷婷你好啊！咁我哋都係跟戲班嘅講法，都係叫早晨啊嚇。係啊，早晨啦嚇。嗱，平日咧就好多時咧喺我哋香港電台咧第1、2台或者第5台咧都會聽到你嘅即係製作啊，甚至乎譬如文采風流啦、文采飛揚啦，你嘅聲音咧我哋好熟悉啊嚇。咁啊，亦都喺梨園一族裏面呢，曾經有幾次同我哋分享過你嘅作品，你嘅著作啦。多謝你先，好感恩啊，好開心啊，有你同我哋分享。嗱，今次咧亦都係即係一個嘅作品咧面世，亦都係你自己咧花咗好多心思啦。雖然話有啲唔係你自己去直接即係了解到，因為始終個年代好早期嘅一啲歷史資料啦。咁但係咧有你辛苦種成花感受，所以咧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嘅新作先嚇，同我哋介紹一下個首先由個名字入手好唔好啊？係啊，咁呢個書名叫《集藝成林》啦。咁集藝成林咧，其實就係由藝林呢本30-40年代嘅零星影劇雜誌嗰度咧就演化而嚟嘅。咁本身呢本雜誌咧就係半月刊，就係30-40年代嘅影劇雜誌。咁呢本雜誌嘅名叫藝林，藝咧就藝術個藝啦，林就樹林個林。咁由於我啱啱出嘅呢一部新書咧，主要就係響藝林嘅呢本半月刊嘅雜誌入面咧，就將入面嘅一啲零星影劇相關嘅資料咧，將佢過錄。整理同埋加上我自己嘅一啲嘅札記等等，咁將佢編成書。咁所以成本書嗰個大題咧，咁我就取巧啦。既然佢原本嘅嗰本半月刊叫做藝林，咁不如叫集藝成林啦。咁即係將人哋嗰啲嘢過錄啊、編輯啊、重組啊、綜合啊、組織而成嘅咁樣，咁所以叫集藝成林啦。其實咧嗱，小妹淺見啦，我知道咧當年咧其實都有好多呢一類嘅報刊啊。咁點解會揀呢一本呢？係啊，因為咧，如果我哋講話30-40年代嘅影劇雜誌咧，喺當時嚟講你都好有常識啊。其實當時都唔少㗎吓，譬如大家都知道有譬如零星或者前後期嘅嗰啲，譬如真蘭呢啲咧報紙等等都有。咁我特別揀藝林咧，就因為藝林咧佢作為一個半月刊咧，就佢入面收嘅資料咧就比較豐富，咁同埋咧就係佢整個編輯嘅過程咧係比較認真一啲。咁所以如果我哋以一個研究嘅價值或者研究嘅參考價值嚟講咧，藝林呢份雜誌咧就係好值得重視嘅。咁當然呢個講法就唔係我自己嘅睇法啦。譬如可能如果係大家都有留意到粵劇研究界嘅譬如容世成教授啊，大家都聽佢嘅大名。咁佢都曾經提過藝林嘅呢本半月刊，都認為咧藝林呢個半月刊係30-40年代，如果我哋研究呢個時期嘅華南電影啦，甚至乎係我哋講嘅粵劇啦等咧，即係如果研究呢啲範疇係一個好重要嘅基本參考嚟嘅。咁所以我都覺得，既然係咁嘅話，如果真係要花心機去做，咁個人嘅嗰個精力有限，你唔能夠話所有嘅嗰陣時嘅相關嘅零星雜誌都做晒編輯，咁只能夠擇肥而噬啦，揀最重要嘅嗰一步嚟做。咁我就揀咗藝林嚟到做。係嗱，揀咗呢一本藝林嘅作品去到做你今次呢一個嘅書籍嘅研究對象啦。咁亦都當中其實面對住好多好多挑戰同埋困難。講緊嘅咧，其實係呢本藝林嘅收藏嗰個單位咧，其實未必你咁容易可以我哋叫 access 到或者攞到呢啲資料，甚至乎俾你攞到喺手去睇嘅時候，你都唔係即刻可以印得到啊，或者係用電話去影得到。咁成書嘅過程，哇，有400幾條歷史資料，花咗幾多時間，花咗幾多心思先？都唔知啦，真係都好多年啦，即係慢慢咁樣過錄啦，咁樣嚇。咁就嗱，主要咧就好似藝林嘅呢類影劇雜誌咧，我哋今日睇咗可能就覺得好有參考價值啦。但係喺當時嚟講，其實都係一啲娛樂性質嘅刊物，咁所以
如果你話要一路有個藏家一路咁樣好完整咁樣去收藏，而能夠保存到今日咧，雖然個年代距離我哋而家唔係好遠咋，佢1937年創刊，1941年就最後即係終刊啦咁樣。咁但係嚟到今日咧，你話要完整嘅成套咧，我唔知人哋有冇，我冇見到嚇。咁依據我估計咧，我冇完全見過實物。按道理嚟講，佢應該有110期。咁110期由於佢半月刊，你一路咁樣儲而係唔斷期咧，基本上係冇可能嘅留到今日。咁呢個就即係其中一個難度啦，咁樣嚇。咁保留到今日，我所知道嘅咧就係有88期。係分佈響唔同嘅圖書館同埋呢啲收藏單位，譬如大家熟悉嘅香港電影資料博物電影資料館或者係中大圖書館港大圖書館或者其他嘅圖書館咁樣，加埋有88期。咁88期其實都唔齊嘅喎，但係你110期入面有88期保留到，都算係唔錯啦。咁而我個人能夠掌握到，能夠過錄睇到嘅咧，都只係得86期啫咁樣咁但係你話如果86期入面嘅相關資料能夠將佢整理咗出嚟，咁都方便啲讀者同埋研究者，因為誠如你剛才講，我哋而家去到圖書館入面睇，或者去到電影資料館入面睇咧，亦都唔係咁直接或者咁方便，因為佢過錄咧，基本上只能夠你喺度手抄嘅啫，即係影印或者你用個手機影都唔得嘅，即係而家新嘅規矩都唔得嘅。咁你變咗你可能要寫一篇論文，你要參考唔止一期噶嘛，你要睇幾期嘅話咧，咁你要多次來來回回去到個收藏單位嗰度睇，咁核實啲資料。似乎唔係太方便，咁我自己開頭做嘅時候就係話，喂，不如慢慢有系統咁將我自己認為有價值嘅資料將佢過錄落嚟啦，咁錄下，咁亦都好似都有一批資料喺度喎，咁我橫掂都未必用得晒，不如將佢編成一本書。將嗰個編輯成果公開咗，咁日後嘅讀者或者係研究者啲研究同好用得着嘅話咧，咁呢個自然就最好啦。用心好好啊，好感恩啊！希望真係有少少幫助啦。咁係嗱，因為咧平時咧我哋就即係讀書嘅時候咧，我都話去攞起一本著作或者係新嘅書目也好啦，都係我哋讀者之福。因為真係啱啱婷婷所講，辛苦種成花感受，花咗唔少時間，用咗幾多字去完成呢本書咧？係啊，即係其實又係即係話都係過錄啫，即係好多朋友都話，咦咁你都係搬字過紙啫咁樣。咁搬字過紙就係需要有啲心機咯，肯花啲時間咯。咁即係問題邊個甘心，咪邊個去做？我哋呢叫死功夫啦，即係邊個甘心咪去做咯。咁我又自己又好似冇乜其他方面嘅長處，不過就坐喺度抄下嘢，咁我都願意嘅。因為喺嗰個過錄嘅過程之中咧，我唔知其他讀者喺呢本書有幾大得益，我肯定係最大得益，因為我過錄嘅時候，我每一隻字我自己都過我眼噶嘛，係啊，咁所以有陣時睇到啲資料，哪怕係一啲好細微嘅材料係即係好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原子彈，一個好大嘅收穫嚟嘅。係嗱，啱啱咧聽你講咧，當年咧魏琳去編著成一個即係叫做雜誌嘅時候咧，其實出版呢喺編輯上面呢個要求好嚴謹。咁我啱啱見到我哋嘅新著作啦，我就見到魏琳跟住文字遭審查，係咩原因遭審查咧？有冇研究過？係啊，魏琳文字遭審查咧，嗱就我再重複一下佢嗰個出版年份先嚇，即係等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嗰個概念會清晰啲。就魏琳呢本半月刊呢，佢就創刊呢，就係響1937年嘅2月至3月之間就出第一期。咁最後嗰一期呢，大概我而家所知或者推論呢，就係1941年左右。咁如果1941年左右咧，因為我哋都知道香港1941年就12月就正式淪陷啊嘛。咁按道理咧，應該就喺11月之前就應該中刊嘅啦。咁點解咧？因為呢本雜誌咧，佢除咗佢係話介紹當時啲電影嗰啲粵劇名伶嗰啲生活片段或者嗰啲演出消息之外咧，其實佢係好愛國嘅，非常反日嘅。咁所以咧，你可以知道。我哋1941年香港淪陷之後已經進入日治時期啦嘛，有咩可能容許你呢本
雜誌繼續生存落去咧？咁樣絕對冇可能嘅嚇。咁所以咧，而家我哋見到嘅藝林雜誌就係1937年2、3月開始，大概咧就係去到1941年香港淪陷之前，即係11月或者之前。咁喺呢段時間咧，就有啲朋友就覺得奇怪，佢話：咦，咁冇理由文字審查，當時你都未淪陷，當時你英國殖民地嚟噶嘛？咁樣嗱，呢個就係啦。嗱，佢所謂文字審查咧，就係話入面有一啲字眼或者專題唔可以出現，係咩專題咧？咁譬如你入面報導到咧，突然之間有一個篇幅咧係鬧日本人嘅，或者係批評呢個日本侵華事件嘅。當時1937年盧溝橋事變已經發生咗啦嘛，你談論呢啲問題咧，佢就成篇開你天窗嘅，即係當時英國政府有一個部門專係睇你呢本雜誌嘅內容咧，係抽起版咁啊開個天窗，又或者你篇文章入面間歇出現有啲咩咧？日本個日啦，敵人個敵啦，呢個扣啊，即係嗰啲賊扣個扣啊，倭啦倭寇個扣，見到呢啲字係好似影射或者詆毀日本人咧，咁當時英國政府都有專人咧係逐隻字同你圈翻出嚟，就喺嗰度咧打個釘喺度，或者挖走咗佢，就見唔到嗰啲又係即係局部開天窗。咁呢啲係文字檢查。咁可能心機嘅朋友就覺得，喂，當時都未淪陷喎，點解英國政府會做啲咁嘅嘢？因為當時英國咧響即係1937年之後咧，即係日本嗰個發動侵華戰爭之後咧，佢就係企圖咧就係話要扮演一個中立嘅角色。咁而當時因為香港就係英國殖民地啊嘛，咁佢就聲稱就係我中立嘅，我唔係參戰嘅，所以咧我兩邊都唔幫。咁所以當時藝林雜誌入面嗰班愛國分子，你喺入面如果寫一啲係詆毀日軍啊，或者詆毀日本人啊，或者批評日本侵華事件嘅咧，咁就當時英國政府咧就會從旁協助啦，就將你入面嗰啲嘢抽起咗。咁所以有啲咧係成篇文章係開晒天窗嘅，成篇抽起咗，得個題目，或者有陣時咧一篇文章相對完整，但係入面有幾個字咧係唔知點係啦，交叉咗冇咗，或者打個墨釘，我哋叫做即係圓嘅或者正方嘅黑色點，有一個墨釘遮咗。咁嗰啲位咧就我哋剛才講到嗰啲所謂要避諱嘅字啦，日啊、敵啊、倭啊、寇啊呢啲字咧，一般都唔能夠喺當時文章出現。哇！原來當年已經有呢個文字工作啦嚇。係啊，所以好有趣啊！所以我話呢份雜誌我自己當時過錄嘅時候咧，就話有文字嘅部分，固之然我覺得好有價值啦。開天窗係咪冇文字啊？但係冇文字嗰啲位我睇落去我仲感動。你好似去翻嗰個歷史現場咁啊，成篇拎走咗。咁但係佢雜誌社咧，你拎走咗啊嘛？你拎走咗，我唔係話完全冇咗嗰篇文章，佢照擺翻嗰個空位出嚟，等啲讀者知道嗱，我哋本身有一篇文章咧，係可能討論到咧日軍侵華嘅咁樣，咁但係咧就英政府咧就真係抽走咗啦。咁佢留翻個框框嘅時候咧，會寫翻呢一個係圖畫被檢。係啊，好笑。所以佢唔係淨係文字被檢㗎，你個圖畫，佢哋嗰陣時雜誌都係㗎，有啲漫畫家專係畫一啲影射啊、諷刺日本軍隊啊或者日本侵略嘅嗰啲漫畫㗎嘛。咁你其實都係有呢個影射成分。咁當時英國政府嗰啲負責即係檢查文字嘅嗰啲人員咧，連呢啲圖畫都會檢埋嘅。係咯，哇！咁我另外咧就見到一個咧好難得嘅，就係當年呢 B 叔尹志仲咧，佢個音樂學社招生，即係呢一啲嘅廣告咧係好珍貴。你會攞起上手嘅時候咧，你會感受到原來當年佢都會咁樣出啲資料去招生啊！哇！你講到廣告，你真係行家啊！真係。所以呢本書我本來咧希望可以編多一卷咧，就係將即係我見到嘅嗰80幾期嘅藝林半月刊入面嘅廣告咧，揀啲廣告出嚟，直接影印成編一本書。咁啲人就話：喂，你廣告編本書，當然我今次我就做唔到啦，只能夠將啲即係話文章或者報導嘅嗰啲比較重要嘅文字、完整嘅文字擺出嚟。咁呢位廣告我都希望能夠有機會將佢編咗出嚟咧，因為呢啲廣告入面嗰啲信息咧，雖然係好零碎，但係零碎得嚟係好重要。譬如剛才你提到，佢有一段其實佢連續幾期都有嘅，就係尹志仲先生咧，佢自己有個音樂學院嘅，咁賣咗幾期嘅廣告。咁你係咪由呢個廣告你就知道咧乜嘢年份尹志仲呢個咁重要嘅我哋叫音樂家啦，係咪啊？佢原來係有收過學生嘅，開辦一個音樂學院嘅，咁入面個課程係乜嘢？咁其實佢有啲文章咧，尹志仲咧都響藝林呢本半月刊入面咧都有賣過廣告嘅，佢都有講我個課程入面會教啲乜啊咁樣樣，呢個好有趣。又或者當時有啲電影咧，電影嗰啲廣告你會由個電影個廣告入面睇到佢嘅 casting，即係話究竟呢個電影佢啱啱初上映嘅時候咧，
佢係標榜邊幾個主角做呢一套戲咁樣。咁又有啲資料我哋今日咧可能都係糊糊塗塗嘅，誤會咗。你睇翻當時嘅嗰啲廣告咧，一對正咧就會好清晰。係啊，好有趣啊！同埋我見到一張呢係國先星劇團嘅一個即係我哋叫做戲橋啦，1938年春啊嘅時間一個嘅演出。咁好似啱啱咧小張兄所講，佢會標榜翻啲主角，譬如有上海妹啦、薛覺先啦、鄭晚霞啦、葉忽若等等。咁啊，仲有子侯七啊、馮鏡華啊、陸飛鴻啊呢啲名字咧，馮鏡華就犀利啦！馮鏡華真係都唔知幾勁啊！馮鏡華真係咁啊，譬如子侯七啊嗰啲，子侯七嗰啲咧都好出名㗎，子侯七都嚇咁啊佢做丑角嗰邊比較出名咁樣嚇咁啊呢啲咧我哋今日講起上嚟咧都好似嗰啲我都唔知叫乜嘢，即係響歷史以外㗎啦已經嚇，即係話研究我哋通常研究香港粵劇歷史咧，可能都係50、60年代打後嘅，我哋比較熟悉。30、40年代即係藝林雜誌出版嘅呢個年代咧，入面好多戲啦，或者嗰啲角色啊，嗰啲演員咧，可能好多讀者或者聽眾都唔係咁認識嚇。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睇下呢部書。其實好多資料係好珍貴嘅，同埋咧，我睇到就係話咧有一個叫小珍珍，咁啱啱咧喺咪後咧同阿小張兄傾偈嘅時候咧，我話我未見過呢啲名嘅，係啊，即係同埋啲藝名嗰種改法都唔同而家啦。你而家唔會無端整個疊字，我叫你親切啲叫你婷婷啫。但係如果你藝名，你唔會叫呢叫小婷婷啊嘛，係咪啊？但係嗰陣時好啲，譬如你剛才講個子侯七都係㗎，係咪？子侯七你都好奇怪，嗰陣時又興啲靚乜啊咁樣。樣嘛係咪咁樣？咁你睇翻呢啲都係好有趣嘅。因為咧，其實喺我哋舞台嘅，即係喺我哋電台啦、唱片房啦，好多時子侯七我都仲記得係有葉忽若，我哋都有佢嘅錄音。一個叫做小飛鴻啊嗰啲，我哋都熟悉啦嚇。但係呢個小珍珍啊、小瑤仙啊呢啲咧，真係可能佢哋當時個名氣可能未有咁大，就未有啲錄音留翻低。反而就真係從呢一啲即係當年嘅雜誌啊、史料裏面咧，先可以揾得到。係啊，譬如你剛才提到子侯七，佢應該佢全世都有錄音嘅，其中有一隻歌我唔記得咗個歌名係乜嘢，係子侯七同黃曼梨唱嘅，應該係，如果我冇記錯。咁啊，黃曼梨咧，阿 Mary 姐，我哋今日成日都覺得佢係做惡家婆啊，嗰啲嘅角色，其實佢係識做大戲嘅，而且識得唱大戲添。係啊，同埋較早年嘅一啲前輩，好早已經成名。係啊，梗係好早成名啦。譬如喺呢份雜誌入面，當時就話伍叔啊，薛覺先伍叔咧，佢胡不歸當時已經好紅啦，就拍電影。電影版嘅胡不歸就係時裝嘅，咁當然都係伍叔自己做翻文平生啦，男主角啦。咁就電影嘅女主角係邊個咧？就黃曼梨 Mary 姐，係啦，係啊，好早年咯。咁佢入面有插曲噶嘛，胡不歸。咁當然佢唔係即係古裝嗰種做法，就冇咁多歌啦。咁佢入面咧就特登為電影寫咗呢個胡不歸哭墳嘅時候，有一支係胡不歸嗰支小曲噶嘛。嗰支小曲本來咧舞台做係冇嘅。胡不歸嗰支小曲係冇嘅。咁啊，點解而家我哋睇人即係喺舞台做粵劇又會有咧？其實就係用咗電影版本嘅嗰支小曲移植翻落去，係啊，移植翻落去，因為都好受歡迎，都即係當然伍叔都唱得好啦，咁啊，後嚟灌碟啊等等或者做翻舞台，先至將個電影嘅嗰支小曲擺入去。最原本未做呢個胡不歸電影之前嘅舞台版本呢，係冇嗰支胡不歸嗰支哭墳嗰支小曲嘅。係嗱，如果講到咧要研究嘅嗰個年度，由30、40年代咧，其實係薛馬爭雄嗰啲年代，所以其實好多資料都關於譬如薛覺先啊，或者係同期啊馬師曾等等，佢哋好多名家啊或者大家啦，都係嗰段時間嘅資料。咁啊，今日咧傾到呢度咧，我點都要有例不可廢咧，俾阿小張兄休息一下嘅。咁你啊介紹咗一首心水歌曲同我哋分享，同我哋介紹下好冇？我就介紹咧就係《陌路燒郎》呢一支合唱歌。咁呢支合唱歌咧就由2位名伶合唱啦，一位咧就阿伍叔薛覺先，一位阿妹姐就上海妹。咁點解揀呢支歌咧？咁樣嗱，因為阿伍叔同阿妹姐咧合作無間嘅啦，喺舞台上面嚇，大家都知道演咗非常之多名劇。咁佢哋合唱而能夠灌錄灌碟，能夠流傳到今日咧，我所知唔多，幾支嘅啫。
咁而麥路燒狼咧就係其中一支，咁而呢一支一開始唱嘅時候咧，五叔嗰個長二樓咧就盡顯嗰種薛腔嘅特色同埋即係特殊嘅風格，咁希望咧聽眾都特別留意欣賞一下。好，咁我哋品味下薛覺先嘅薛腔先嚇。好啦，喺呢個時間呢，同大家一齊欣賞呢麥路燒狼、薛覺先、上海妹嘅歌聲。轉頭翻嚟繼續咧，梨園一族同朱兆章傾偈。一打路垂垂锁楊柳，紅花片片零落無憂。綠草煙面柳啊柳，聲鳥草在枝頭。煙樹蒙蒙，手邊寥寥紅豆。葉青青，風林秀，青衫此去覓風後。你若送行人須節流，莫長自嘆發光收。因我與翠天涯，到此別紅袖，正是夫人女士芳芳流。別了知秋華為，或者高明。歸來迎追殺我哋獨家兵，百里頭。
直巴浪收，更怕孫山名錄恨化悠悠。生命文章從古話有，我若不提橋綠馬，誓不翻呢杭州。叫你二老三春莫為寒啊生啊羞，若果3年不下飯呢，你啊不如領啊。係怕跌打到，只身上威只分流。這妹你多情常記手，夢你看未不捨棄，我呢個送肉四野頭，之後夜夢秋橋，夢沉睡手，又恐怕春啊來如雪。好啦，欣賞過呢一段呢《麥路燒郎》啊，帶俾大家呢就有薛覺先同埋上海妹嘅歌聲，亦都係我今日呢梨園一族裏面呢我哋嘅嘉賓朋友啦，朱少章朱老師嘅一個心水選擇。翻嚟呢梨園一族啦，繼續同大家傾偈。嗱，少章兄，我哋就繼續傾下呢《集藝成林》呢一本新作先。咁啊，當初呢就話啊，藝林零星資料摘抄啦，咁亦都講到頭先我哋就話啊，喺30-40年代呢，亦都係喺我哋粵劇歷史裏面呢，薛馬爭雄嘅一個盛世，我哋話兩家嘅即係爭嗰個大家嘅演技去到即係大家去比賽咁嘅感覺啊嚇。咁啊，可以當時你去即係喺藝林嘅資料裏面揾得最多嘅係咪都係薛覺先同埋馬師曾呢兩家嘅一啲資料，定係其他嘅紅伶資料都好多咧？嗱，咁呢個咧就當然咧就係薛覺先嘅班啦，同埋馬師曾嘅班咧報導係。按正常嚟講一定係最多，因為佢哋嘅演出既係喺當時嚟講既係重要，亦都係最頻密。咁但係當時除咗五叔嘅班同埋馬師曾嘅班之外咧，仲有一個後起之秀啊嘛，就係1937年先至成立。但係你話1937年成立已經咁犀利啦，嗰個就錦添花嘅班。
咁所以當時咧錦添花嘅演出當然咧就未係話即係嗰個次數啊或者等等未係及得上阿五叔嘅班。咁但係咧喺藝林雜誌入面咧都有報導。咁你剛才講到薛馬爭雄呢個咧，就先要講就係佢呢個薛馬爭雄咧，我自己嘅睇法係一個叫良性嘅競爭，唔係一種惡性商業上面要壟斷啊，或者要排擠對方嘅嗰種競爭。何以見得咧咁樣？嗱，呢一部藝林嘅雜誌，其實我哋第一件事就諗邊個係後台老細先？又係係咪後台老細咧？嗱，其中一個講法，我覺得係好可信嘅，就係當時有一位係響藝林入面做記者嘅，其實亦都係專欄作家，我諗大家都識嘅啦，叫江河，佢嘅筆名叫江河。江河係何許人呢？咁如果搞香港文學研究嘅朋友就知道啦，早期香港文學有一位好重要嘅作家叫呂倫，呂倫嘅妹夫咧就係江河。咁江河咧亦都係寫文章啊，響報章雜誌嗰度寫下啲專欄文字啊，甚至乎做下啲記者啊，做下編輯啊咁樣，同戲行啊或者電影界入面嘅人呢，或者文壇嘅人呢，非常之熟悉。咁江河當年呢，就係藝林雜誌入面嘅其中一個員工嚟嘅。咁計佢自己講，佢江河寫翻文章咧，就係話當時藝林幕後大老細其實就係五叔，就係薛覺先。嗱，咁佢呢個講法，我覺得非常可信。點解咧？因為藝林嘅創刊號啊，1937年3月嘅創刊號咧嘅封面就係薛覺先，即係用翻自己相片。我覺得呢個係極有可能啦，係咪啊？咁因為江河當時同阿五叔嘅關係咧都好親密㗎，何以見得咧咁？因為藝林係影劇雜誌嚟㗎嘛，咁就入面當然又有啲咩讀者信箱啊，又送下啲明星啊、名伶嗰啲照片啊嘛。咁啊五叔咧好多薛迷㗎嘛，就去問佢攞相，咁啲相全部都要阿五叔簽名㗎嘛。邊得閒同你簽名？當時咧，其中一個代阿五叔簽名嘅就係江河，所以我哋今日喺市面上面可能買到好多咧薛覺先親筆簽名嗰啲咧，其實係江河就幫佢代簽嘅。係啦，咁所以咧江河先生咧，佢就應該即係對呢本雜誌嗰個來龍去脈咧，佢應該係非常之熟悉。咁所以如果佢喺文章入面提到就係話係阿五叔係其中一位啦嚇，即係好重要嘅幕後老細咧，即係藝林雜誌嘅幕後老細，我覺得呢個係對。嗱，咁按道理如果係薛五叔自己搞一本雜誌，咁應該梗係主要係報導自己嘅班啦，係咪啊？咁如果你話錦添花當然佢都會報啦，因為錦添花主要就係阿一叔咁啊，咁啊陳錦棠就叫阿五叔做爹哋噶嘛，係咪啊？咁所以關係咁。咁但係好奇怪喎，我哋睇翻藝林咁多期嚟講咧，你會發覺報導我哋認為係阿五叔嘅對手馬師曾，即係太平劇團嘅演出嘅報導咧，非常之多。非常之多咁呢個就睇到咧，藝林雜誌即使如果你話真係阿五叔係幕後老細都好咧，呢本雜誌其實佢嗰個編採嘅原則都係我覺得係好客觀嘅，即係好值得我哋尊重啊！否則嘅話，梗係賣自己劇團嘅廣告啦。咁你馬師曾嗰啲梗係唔報啦，咁係都係分庭抗禮嘅。所以如果你話以篇幅嚟講咧，我覺得真係不相伯仲咁，所以睇到咧即係前輩下佢哋做事嘅嗰種胸襟啦，係公平公正先係公平公正係。好啦，咁當你去即係抄錄400幾條嘅史料啦，即係花咗都有7-8年嘅時間啦。咁坐到坐骨神經痛，我陰公。係啊。咁你亦都我哋好開心，即係作為讀者咧，係享受呢一份私器公用嘅心血啊。係啊，希望對大家有少少作用就好啦。係啊，咁當中去介紹嘅時間，會唔會有邊一啲嘅即係邊一條嘅史料令你覺得係個印象最深刻，或者嗰個留俾大家嗰個價值啊意義咧係最深？入面呢就有其實有好多資料都係好值得我哋重視。咁當然啦，喺研究粵劇範疇入面呢，唔同嘅研究者、唔同嘅讀者，佢有唔同嘅側重點。咁我自己咧就中意咧。專係睇埋啲好淹悶嗰啲嘅，即係話你少人提嗰啲咧，我特別留意咁。嗱，舉個例，譬如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唐滌生啦，咁但係咧，你會發覺響呢本書入面《集偉成林》呢本書入面咧，講到唐滌生嘅資料好少㗎。我而家先講，講到好少，因為30-40年代嘅時候，唐叔都未成名。係咪啊？冇錯。咁即係話，如果以30年代37年到，佢都係先至啱啱落咗嚟香港前後嗰啲咁嘅時間，嗰陣時啱叫做冇幾耐先至同薛覺先嘅嘅妹妹十妹係結婚啫嘛，係咪啊？咁所以當時都未成名。咁
但係喺當時嚟講，當時好出名，但係而家可能啲人已經係覺得唔係好出名嘅。其實都有好多資料嘅，譬如話大家熟悉嘅鄭孟霞霞姨啦，咁就喺當時30-40年代非常之出名。咁喺魏林嘅呢本半月刊入面呢，有唔少嘅報導，而且有啲報導呢係非常之詳盡嘅，係將佢早年喺上海學藝啊、演出啊、佢嘅演藝嘅專業同埋專長啊等等呢，作一個好詳細嘅報導同埋介紹。咁所以到今日咁，唔知有冇朋友有興趣研究阿霞姨啦？咁如果你話有嘅話呢，真係好難揾到佢咁完整、咁詳細嘅資料嘅。咁就喺魏林半月刊呢份雜誌入面呢，我哋就揾到唔少啲資料。咁而另外一位，譬如我哋講話30-40年代嗰陣時，我哋叫抗戰時期啊嘛，係咪？抗戰時期就一定諗起愛國藝人或者愛國伶人啦。咁愛國藝人或者愛國伶人一定諗起係咩啊？唔係黃飛鴻喎，係關德興師傅，係咪？咁關德興師傅嘅資料咧，當然都唔少嘅。但係如果你話講到佢關於點樣係為呢個即係國事去到奔走啊，譬如佢當時去到菲律賓點樣義演啊，點樣同去到嗰啲華人聚居嘅地方向啲華僑嚟到募捐啊，呢啲咁嘅實在嘅史料咧，比較零碎。比較難揾嘅，咁但係喺魏林半月刊呢度咧，因為佢係37至41年啊嘛，呢份雜誌，咁啱啱就係抗戰時期咧，非常之多嘅篇幅係報導關德興先生嗰個即係演藝嘅事業嘅，或者佢嗰個愛國嘅嗰個活動。咁入面甚至乎有佢演講嘅嗰啲演講嘅內容，甚至乎有佢自己寫嘅一啲公開信或者啟示等等咁。咁呢啲咧，將來會唔會有人話啊？我編一本係關德興先生嘅專書或者專集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啲資料如果過錄啊或者參考就好有意義。係啊，同埋啱啱咧，我見到咧1937年呢7月1號第9期嘅時間呢，已經講當年呢，我哋會館呢已經有定期嘅籌款啊。咁同埋當時係薛覺先、白駒榮等等嘅新理事呢，能否打破粵劇不景現象？其實真係已經記錄咗當年好多歷史喺入邊。係啊，當時本來就係話揾五叔咧就做下頭嘅，咁啊五叔就話佢話我做都得，因為佢就其實義不容辭，佢係推唔到嘅，因為當時佢又最紅，同埋佢個年紀亦都適合啊嘛。咁但係咧五叔個人都好謙虛，佢話我做咧就義不容辭嘅，冇所謂。佢話除非咁啦，嗱我做就得，但係咧一定要阿七叔白駒榮都要落水先得。如果七叔唔做咧，我唔做噶啦。咁樣所以咧，阿七叔咧都拉埋佢一齊落水幫手啦。係啊，但係你講到八和嗰度咧，都有一個少少嘅間接嘅資料可以一提啊。呢個魏林呢本半月刊呢，佢有個編輯團隊噶嘛。咁編輯團隊入面當然有幾位前輩啦。咁而其中一位比較活躍嘅主編呢，就係陳宗同先生。咁啊，陳宗同先生呢，宗呢就祖宗個宗啦，同有梧桐樹嗰個桐，木字邊做個同學個同。陳宗同咧，其實就係八和嘅會員，或者係嗰個叫咩啊？叫做即係話應該係頭嗰一屆咧，佢都係有名嘅。香港八和啊，即係可能喺理事會入邊。係啦，你睇翻香港八和嘅歷史，即係同阿芳姐嗰個年，即係頭嗰一兩屆，連相都有嘅。好，咁所以你會見到既然陳宗同都係魏林雜誌嘅編輯，佢又係八和嘅人嚟嘅。咁所以入面呢，當然唔係淨係講華南電影咁簡單啦，入面好多粵劇劇壇嘅嗰啲活動啊，都有好多報導嘅。係嗱，同埋咧嗱，除咗講譬如薛馬爭雄嘅時間啦，我哋八和會館一啲嘅歷史資料之外咧，其實亦都記錄咗好多咧，就係即係錦添花啊，或者係甚至乎係譚蘭卿咧，佢當時應該係做緊花旦，冇錯啦，即係可能係即係抱病拍戲啊，或者係姊妹赴廣州啊，都有好多呢啲前輩嘅資料咧，係喺當時發生，甚至乎話抱病拍戲都可以係當時一個報導嚟。係啊，譚蘭卿，我哋而家成日就六姑啦，六姑嘅梗係一諗啊，就佢而家就即係做即係叫女丑生。係啊，即係鳳閣恩仇未了情嗰啲咧，係啊咁樣。佢早年出嚟嘅時候，佢有花旦啊嘛，佢嘅之後靚到不得了。咁佢嗰陣時就響即係太平劇團啦，同馬師曾生合作嘅咁樣嚇。咁所以就如果我哋話睇啲資料嘅話咧，你就可以
睇到一個完全唔同嘅六姑嚇。咁你話大病演出咁，譬如佢入面都有講到有一次係薛覺先同上海妹，就應該係1941年大概4月度啊，如果我冇記錯。咁就有一台戲喺九龍東落嘅，咁上幾個新戲，其中有一個係折phụ重婚嘅，仲有幾個戲我唔記得啦，都係啲新戲嚟嘅。咁樣咁就哇好墟冚啦咁樣。點不知咧，一到開鑼鼓之前嗰日，上海妹咧就病得好緊要，淨入咗醫院，真係冇辦法上台。咁冇辦法啦，咁唯有就話上海妹做唔到。咁你做唔到咧，咁點咧？你要改戲啊嘛。你唔係你揾到個花旦代啫，但係佢做唔到，因為你咁多新戲，你仲要拍五叔喎，唔係咁容易啊嘛。咁樣咁卒之嗰次點樣咧？卒之挽救咗個票房咧，哇賣過滿堂紅，哇！因為嗰次五叔我諗佢都搏老命啦，知道唔掂啊咁樣改戲改咩戲咧？女兒香、紅粉金鍋、劉金定呢啲咁嘅戲，仲有三百雀。你諗下三百雀係五叔嘅成名戲嚟嘅，係即係當年呢個人壽年啊，千里駒就特別賞識五叔。嗰陣時五叔係到做丑咗喎，係做第3個三幫丑生喎，做三百雀一做就成名。咁佢嗰次就因為妹姐病咗，咁咪要挽救個票房啊嘛，咁你冇人嚟睇戲唔得。抄晒籠底嗰啲戲補出嚟，女兒香、紅粉金鍋就係五叔反串噶嘛，出名嘅戲添。咁點樣卒之賣個滿堂紅？但係佢嗰年就係拍邊個正印花旦啊？拍上海妹咯，就係上海妹就病咗啊嘛，做唔到五叔。咁邊個替佢啊？唔知啊，唔知邊個替啊？因為佢變咗去拋，即係佢交嗰啲戲出嚟咧，全部就佢自己係主角啊嘛，因為佢自己反串花旦啊嘛，已經係，所以呢個已經係完全唔重要啦。咁樣你特別三百雀嗰啲咧。佢基本上封咗箱㗎啦，唔會再做㗎啦。佢真係嗰次佢真係攞嚟救命㗎啦。因為個個都想睇翻，因為佢當時做三百雀嘅時候，佢係未成名。但係佢做咗三百雀之後咧，佢就我哋叫做紮啦，叻啦咁樣嚇。因為嗰時千里駒特別睇得起佢咁樣，咁所以都好有趣咯。你會見到你真係戥佢牙煙㗎。你睇到其中一段報道就話上海妹病咗點算啊？跟住第二日原來改戲鬼，改戲鬼得喎咁樣。跟住另外一日就報捷啦，就話即係個票房好理想啊咁樣。咁呢個好有意思，好有趣。嗱，我咧攞起呢本書嘅時候咧，就覺得咧哇好多資料啦，都唔知從何去問阿朱老師咧咁樣樣。但係其實咧中間咧仲有一位我哋好亮點嘅人物啊，就係南海13郎。咁啊，如果對於近代去研究南海13郎，好多時就話佢嘅資料有限啊，咁甚至乎可能推算到20-30年代，其實佢已經有佢嘅作品面世喺你呢本書裏面呢，有佢嘅插圖啦，亦都有好多關於佢嘅資料。係啊，嗱咁關於13叔嗰啲資料咧，我當年編《小蘭齋雜記》嘅時候咧，我都好慚愧，我都未識利用魏林呢本雜誌。係，我係後嚟咧就岳清先生，你識佢啊？岳清先生就會同我講，佢話有一本雜誌係魏林，你知唔知？我先知道，原來有一本咁嘅魏林，所以嗰陣時我咪開始抄啦。即係去圖書館啊，去咩就開始抄資料。我知道有用。咁但係我嗰陣時《小蘭齋雜記》已經出版咗，咁所以入面呢，有啲魏林有啲係其實可以補入去《小蘭齋雜記》嗰啲資料嗰度咧，我都未用到。咁啊，希望第日有機會《小蘭齋雜記》我哋再出一個係啦延伸版、修訂版或者增訂版嘅時候咧，我就會將魏林報傳開入面關於13叔嘅呢啲資料，入面有幾篇劇評係佢自己13叔評翻自己嘅劇嘅。係啊，咁呢啲我覺得都係好寶貴嘅，都可以擺埋入去13叔嘅文集嗰度咯。咁但係佢自己評嘅話，你有冇印象？佢係點樣評自己啊？佢好得意嘅13叔，佢係好唔滿意，佢唔係話謙虛喎，佢真係講話我呢個戲咁樣就係唔好嘅咁樣嘅喎，佢係好有趣嘅嚇，即係佢係咁樣，佢個人個脾氣係好得意嚇，所以睇佢嘅劇評咧，佢唔係話牙刷猛咁讚自己嗰啲嘅。係嗱，同埋咧有好多咧就係譬如有一個叫做八和粵劇協進會啦，香港分會會齡嘅大集會又舉行咗啦，咁原來有一個咁樣嘅分會。係啊嚇，咁所以如果我哋搞話其實啲人成日都話八和寫過八和嘅歷史啦，咁樣你真係要寫，其實當時呢啲咁嘅分會或者八和早期嘅組織，佢當時未必叫八和，我唔知道咧。呢啲咁嘅我哋叫前段嘅呢啲資料咧，好零碎但係好重要，因為你即係
結嘅時候真係順藤摸瓜啊嘛，你一定行翻去前面嗰度揾呢啲資料。咁呢啲資料就藝林會收到一部分咯。咁希望呢可以補到一部分。咁如果第日會唔會發現另外一份嘅材料可以補足得到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有意思。嗱，其實咧呢本書裏面呢，仲有好多好珍貴嘅資料，但係我唔可以一一同大家講晒，都要買個關子，等大家自己去接觸呢本書嘅時候呢，自己去慢慢搜羅咧自己需要嘅資料。係啊，呢部書1公斤咁重啊！我哋叫做呢個叫做平本裝啊，係咪？精裝嘅精裝硬皮精裝。係啊，咁我後尾咧就見到呢個後記咧好有趣嘅，因為咧即係婷婷讀書嘅時間呢，我好中意睇作者嗰個自己嘅背景啦，佢喺呢本書裏面咧所寫嘅可能自己嘅一啲序啊，或者係一啲結語啊咁樣啦。咁所以咧一攞起嘅時候，我就已經睇緊後記，我就話：咦，朱老師啊，後記係剪刀與漿糊喎，係點樣㗎？因為我哋做呢啲所謂過錄嘅功夫咧，就其實即係等於係剪刀漿糊啫，剪貼即係睇到啲舊嘅資料、報章雜誌嘅資料，將佢剪埋呢啲有用嘅就將佢分類貼埋一齊，咁所以為之叫剪刀漿糊。咁剪刀漿糊嘅呢種即係整理資料嘅方法咧，好傳統。但係咧，我自己覺得係好有用。咁我哋行內呢啲都係叫死功夫啦。咁呢啲死功夫咧，就而家喺學院入面嘅訓練咧比較少啦。因為如果一般學位論文，譬如以碩士論文或者博士論文你都係讀書人，你都知道啦。你冇可能話喂，我就咁剪刀漿糊輯咗一批資料，跟住當係碩士論文交，係唔得噶嘛，係咪？咁所以而家一般學院入面嘅學位論文嘅訓練咧，通常都係以論述分析為主。但係喺處理資料、整理資料、綜合資料嘅功夫上面嚟講咧，我就覺得係有所忽略嘅。咁當然有啲教授咧，佢都要求啲學生要做呢啲功夫。咁呢啲死功夫其實係底功嚟嘅。你有咗呢啲功夫嘅話咧，起碼你第一個過程，你作為剪輯呢啲資料嘅嗰個人呢，個得益係最大嘅。因為你自己剪貼又好，或者你自己打字過錄都好，你自己係仔細睇過一次呢批嘅材料。咁日後喺入面用邊啲材料係有用嘅話咧，咁就呢個剪輯者其實就係最熟悉嘅。係啊，最功高添啊，我覺得勞苦功高。咁所以我喺個後記嗰度講，即係話我都承認，如果你話朱耀章你呢部《雜藝成林》其實都係剪刀漿糊之作啫喎，咁我覺得個性質都係屬於死功夫剪刀漿糊之作。咁但係呢個剪刀漿糊對我嚟講咧就好大得益啦。我自己喺個編輯嘅過程嗰度，咁要麼你話真係能夠對即係其中小部分嘅讀者或者研究者有啲幫助嘅話，咁我都已經於願足矣啊！嗱，相比起朱老師咧，我就汗顏啦，就話自己讀書人啦。但係即係喺自己去寫唔同嘅論文啊，或者唔同嘅主題嘅時候咧，其實要去揾一啲嘅資料咧，都有相當嘅困難，甚至乎我哋話喺粵劇嘅研究嘅學術路上咧，其實有前輩嘅一啲著作。但係夠唔夠多咧？夠唔夠足咧？或者係嗰個證據啊、史料方面嗰個支持咧？其實真係好需要老師你呢一啲剪刀與漿糊嘅，你知唔知？多謝你，特別係粵劇研究咧，好多時係中意啲掌故或者係道聽途說啦。冇錯，邊個哥講邊個叔講，咁當然嗰啲係好有趣味嘅。但係你做研究嚟講，口述歷史佢都係穩陣，因為你訪問嘅時候咧，你會係核實佢嗰句説話噶嘛。但係比較多嘅咧就係話，可能好多讀者或者聽眾咧，佢係中意聽嗰啲古仔，嗰啲你唔一定係真嘅，咪聽下係好嘅，即係大家都係關注，都係當花水啫。係啦，呢個冇問題。但係你做研究嘅話咧，就始終都係要有文字啊，或者文獻啊、材料啊、資料上面嘅記載，係啦，先至比較穩妥咯。嗱，你咧就每風墨圈啦，咁喺你之前嘅教學嘅即係經驗啊，或者係工作裏面咧，佔你好多嘅時間。咁我知道咧，今日咧亦都有一個好開心嘅消息，就係你退休啦。係啊，被淘汰啦已經。係啊，你唔好咁講啦，係開展人生黃金嘅新一頁。你知唔知啊？婷婷咧真係好識講嘢，真係新年一見到你係好開心啊，一定啊。係加埋我嘅笑容。係啊，多謝。咁會唔會有一啲嘅自己嘅研究計劃啦，或者有啲嘅新著作啦，甚至乎我見到你去睇戲啦，開展你嘅睇戲嘅人生啦。係啊，會唔會有其他嘅著作都係安排咗？有啊，其實我就我一路其實都排住，都有仲有4-5個書稿擺喺後面嘅咁樣嚇。咁就當然都有部分都係我自己比較喜歡嘅，都係剪刀漿糊啦，即係話我覺得比較有價值嘅資料將佢剪輯出嚟。
咁但係咧就嗰啲通常都係可能係下一本會係一啲文學嘅資料嘅整輯啦，就未必係粵劇嘅資料。咁但係同粵劇有關嘅書咧，我都寫咗一本書仔嘅嚇。咁就究竟個內容係講乜咧？咁而家先係啦，賣個關子先，因為啱啱咧就同出版社簽咗約，可能咧就唔能夠講出嚟住嘅咁樣嚇。咁但係咧應該都幾有趣嘅。咁同埋我寫嘅時候都盡量寫得深入淺出啦。咁希望到時各位讀者留意啦。咁今日咧梨園一族嘅時間差唔多啦，亦都好多謝咧朱兆章老師咧今日咧花咁多時間同我哋分享你嘅新著作。多謝晒，好多謝朱老師，同你講聲拜拜。拜拜。